上联客上人，唐刘仲卿。匆匆得那时，遥遥钟声满。何日带车勇，青山独归晚。匆匆的那时，遥遥钟声满。何日带车勇，青山独归晚。匆匆的那时，遥遥钟声满。何日带车勇，青山独归晚。何乐八音西九八必九好唱乐律律十二音。详细切成共欢休流泪。何乐念歌诗，归真山林等樱花制作。伫明朝进前，何乐话文应是官话官方文字，诗经、汉赋、唐诗、宋词等应是使用何乐话文所创作。历朝历代话语文字可能会有变化，但是运用律律十二音以及口语发音原则，配成何乐八音，一直拢无改变，因为迄是根据自然原理所创设。正是何乐文化优美的精髓。伊人讲话袂离谱，话甲谱应是真合、真适配，这正是何乐八音的功能。即马阁会当何乐念歌诗的原因。